阮的命。这张睁开，哪里翻起翻倒？一时对我这么歹，一时搁教囡仔踢骹球。这张睁开，要甲伊创治拢袂生气。不过即马笨啊，你真正笨啊！咱有方光合作嘛，我即马嘛足无用的呢。我是来看到底有偌济人想要走咱的房间呢？你看。即马到底有人要做无啊？无人，请我啦！我的啦！请我啦！哎，我的啦！请我啦！我看咱无。哎，叶小秋。什么人啊？哪会在叫你啊？张任凯，你是要创啥？退会。哎，叶小秋，你免讲我知影，你是专门来搞我说多谢的对吧？因为阮公司的产品真正足好用，你真紧有看到效果啊哈！哦，你皮肤真正变较好呢，变白变幼，所以你决定要加入阮公司做我的下线啊！你当先听我甲你讲煞袂？你安尼就对啊啦，家己哪会用，要互你女朋友用啊？因为恁两个人早晚嘛是会分开，互伊用哦，等到拍算。我唔是要甲你讲这啦。免歹势啊啦，我知影咱两个人分开遐尼济呢，你看到我难免会近乡情怯啊，所以才会逐摆吼，拢无法度控制你家己的情绪，违背你心内真正的意思，电话才会对我讲话遐尼歹听。我唔知什么叫做近乡情怯，我甲知影夜去拜拜。好啦，迄拢唔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先哪找着我，我今日就无用的呢，我还无用阮大姊订婚，我还无用阮兜的厝要睡人。嘿，你是细汉的时阵缀我缀惯势啊，什么才甲我缀调调？歹势吼，我是因为厝有告急，我今仔咧找厝，拄好恁兜。拄好，阮兜的厝才要睡人尔，你都要睡厝。哎呦，免歹势啦，想我都直接讲啊，那就用睡厝做借口。既然你这样啊想，我不安尼啊，你厝边互我住好不好？你水面呢？咱遮尔久无见面，一见面你们是甲我隔壁手，就是甲我当做无熟悉。即摆阁想要大变钱的，我甲你讲啦，厝税一个月2万，押金4万，你若是嫌贵，即摆倒转去啊。巧巧，哎，来啦，咱来吃啦，讲。哎呦，咱两个这样识着，讲到一个伤感情啊，慢的啦，你嘛知影我一个厝外人，一定爱当门口睡厝，一定较有同情心的，生活咧做功德，啊，支持一个理想抱负的年轻人，生活上一般就好。三姐，即马已经有15个人甲咱的网页设定正常啊，想袂到才破2点钟尔，就这样子来做诶，三姐。那今嘛是卖就去走出去，一个一个过滤，看顺眼的再租。小秋，来，帮我提一。好，哎，你提，6万块你先收啦，我买件拍照存证。后日我就收搬你啊。嘿，我哪有讲要走你啊？阮小妹讲有15个人在过滤呢，我们找一个上顺，干你才要走，想要做你这个 OK 啊？啊，退去！哎，先来先赢。哎，你来啦！好。这钱哦，阮就免叫收落来啊！我今麦赶紧上网，甲迄15个人讲，阮走出去。等你讲掉，拜拜。喂，三姐，你哪个聊啊啦？你是安那要走伊啊？这个人足无礼貌的呢。细汉的时阵对我是毕恭毕敬哦，即马大汉啊，是讲不一定啊，唔来甲我硬嘴硬，一个甲我装不熟，而且佫交一个娇弟弟个人玩女朋友呢。哦，咱是要走出互伊，啊，毋是要替伊相亲吗？你插插伊哦。而且啊，咱的厝遐尼紧就走出去，爱偷笑啊。你哦，真正公公呢。